英國 BNO 簽證計劃轉眼已經踏入第5年，但對一批已經喺英國生活多年的港人嚟講，呢5年唔單止係時間，而係一場越來越難作決定嘅選擇。現在英國政府正研究調整永久居留嘅申請門檻，包括入息要求同語文要求。政策仲未正式落實，但不確定性已經率先影響緊一群人：50歲或以上嘅在英港人。一項針對50歲以上在英 BNO 港人嘅調查顯示，如果永居安排出現重大變數，接近30%受訪者表示會考慮離開英國，當中大約1/3傾向回流香港，而接近1成半可能轉往第三國。真正表明一定會留低嘅，其實只係大約2成。最多人嘅選擇唔係走，亦都唔係留，而係等。對50歲以上人士嚟講，等本身就係一種成本。如果家庭成員之中有人未必可以按原計劃取得永居，就算其他人符合資格，都要面對一個風險：家庭會唔會被逼分開？正正因為咁，有唔少人寧願選擇一齊離開，回流香港，或者轉往第三國，為退休生活作一個更清晰嘅安排。至於選擇留下嘅人，並唔係睇唔到政策風險，而係仍然有承受空間。有啲家庭經濟較穩定，即使短期內未能取得永居，仍然可以合法續簽生活。對50歲以上嘅在英港人嚟講，呢一刻已經唔再係一條簡單嘅移民選擇題，而係一場關於家庭、時間同風險嘅現實抉擇。如果你係50歲以上嘅在英港人，你而家會點揀？離開、留下定繼續等？